收看基本日嘅福利咧吼，哇，基本日咧讨论係蠻嘅東西咧，可能係順天聊聊狗吼，客家話講。變變吼，是第一面咯，大家咧討論到狗有關嘅問題哦。你上禮拜請到嘅係中華民國動物保護協會嘅秘書長，基本嘅強榮，然後請到秘書長咧到節目底度啦，大家咧討論啦學狗嘅相關嘅問題哦，所以大家咧分享你基本嘅來賓分享秘書長。主持人、同情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按簡單，按是就按容易就好，係嘛？嘿，秘書長上禮拜有看到變變哈，好，因為變變上禮拜看到你貼歡喜嘅，據說基本嘢幾好來嘅。相當乖隻對嘅。其實佢兩歲聽聽，年紀不是問題，年紀唔係問題。有教有冇教呢？其實變變真係係因為佢細時節就訓練咧哈。據說今天這一集就要同大家來分享青島狗嘅訓練嘅問題啊，保養嘅問題。因為我們上禮拜講到很多像乜嘅叫做啲什麼嘅東西啊，種啲什麼嘅東西，這個問題講嘅基本嘅就會講用嘅然後叫佢哋相處哈。唔講你看變變佢毛髮有沒有？很舒服，然後很漂亮，有經過這個修整。大家就會問，狗狗掉毛很麻煩呢，會冇？狗掉毛和你的頭髮一樣。唔講我嘅頭髮是局部，它整隻都是毛。對，所以我們會去思考說，它掉毛是有哪一些地方掉到沒有毛像各位春秋兩季換毛是正常的。那假如說，尤其是大型狗、長毛狗，好，那個換毛的時候，你要是沒有梳，是你家會一家都是毛，是一家都是毛料了哈。都得織地毯的係冇？所以。叫基本上不管長毛、短毛，民意長毛的梳毛，短毛的用溫水，是用那個布，要擦身體。有青島給你學狗的時間，基本清歡喜。不過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就是因為狗狗很會掉毛，然後會整理毛髮。有時候你看給孔魚有給毛髮會在空中飛，會飛到你的茶鼻底部。對，或者說泰卡就會知道，其實毛髮的整理是很困難的。所以，比如說要有一頭烏溜溜的黑頭髮的話，第一個你天天要梳毛，是。第二個接着下來梳毛的工具，洗毛髮的洗髮精，再下來就是你的食物。4個東西，你再講這個，我先問一下哈。一般來說，我們先講，比如春夏秋冬季節某種用嘛哈。有青島給你，我們先講夏天的時候，一天嘅時節，大家不會覺得狗狗一定要剃毛，是一定要剃嗎？我們要先想想說，毛是幹什麼用？保暖。保暖之外還有什麼用？美觀。我覺得乃時候秘書長靠司乃有一些競種，比如說像我們的冰箱，它是不是有一層隔絕空氣的作用？有那個才會裡面保持一定的溫度。狗毛有這種作用，一樣的功能。冬天保暖，夏天隔絕輻射熱，隔絕外面的熱量。是可以隔絕外面的熱量。對，因為毛髮我們夏天熱哈，其實是輻射熱了。是輻射熱，因為你3年頭，台灣的客家話怎麼講？輻射熱。好，它是紫外線引起的，這個熱量。是，那它可以隔絕。你現在把它理光了。那能不能隔絕？因為有青島你不愛講啦，因為你說，哎呀，夏天的時節給我按到嘅毛有沒有？他會覺得太熱了，他覺得狗狗很辛苦。那是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狗狗沒有覺得。狗狗並不覺得。好，因為我們就算是把它理掉哈，我們的皮膚它是狗散熱，有兩種方法。第一呢，利用舌頭，肺部的氣體，利用氣體的氣化熱交換。是，一卡換539卡。
然后第二个是皮肤，瘫在地上，有瘫在地上去比较凉快，有，一卡换一卡，所以你把它理掉，一卡换一卡，是，而且只有这一个地方，是，那更多的地方是辐射热来的，第二个，夏天的时候是不是有蚊子、苍蝇啊？对，然后刚好叮。是，古说泰嘎真的没有想到因为一般来讲就会觉得要剃毛。在台湾有一种疾病叫做心丝虫，是有，所以要点药啊，对，心丝虫，那它透过蚊子来的，那你一理掉刚好被叮，所以其实不能理，所以要不要理？你们自己看着办。专家在这边说，建议你们说。不要理光，是，就算是你要理，会要最起码留个10公分，是，留个几公分，这样的话，对狗会比较好。那是不是？那到底为什么有时候你行蝶撸烘给时间有青懂给狗是剃毛的？是，那是因为皮肤病吗？不是，因为主人觉得它该理掉会比较好，比较凉快，所以主人感觉是其实并不这样。可是有时候去看欣赏给时间，兽医被吃到高，因为你的皮肤有问题，比如说它整个毛理掉，有这样的。那个是治疗比较方便比如说有脓皮症，或者是有疥癣，那我们会建议说理掉，理掉之后我要药浴比较方便，你要是有很多毛要吹光吹干就很久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皮肤有毛病的时候，毛很容易打结，它会去痒咬打结闷在里面更糟糕。那我知道了，古说欣赏按公泰卡去底，其实还是建议不要剃毛啦。狗狗原本应该怎么样，你就会按有你，因为它就是这样生存的嘛，对不对？但是天天梳毛是很重要的，毛发越蓬松，对狗越好。像饼饼这样，饼饼很蓬松，毛很蓬松是好的，是不是？好的有没有学到一课啊，雄心朋友？古时候其实黑个女士给你秀给你真的每天用梳子帮它梳毛，然后毛很蓬松，对你来讲很好嘅。因为梳毛有一方面让毛发蓬松，是。第二方面有按摩作用，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那么它毛发生长会更棒，是更棒哈。不过说到这边呢，我们泰嘎迪啊，我们刚才就有提到，那不正常的掉毛还有原因嘅，比如讲是铁汗，对不对？因为掉毛泰嘎贝之后很快，正常掉毛是 OK 哦，不正常掉毛就清辛苦。春夏换毛，有些狗它有细毛，比如说柴犬，对，好几层的毛，对不对？一层两层。比如说那个秋田，比如就之类的，它有还有哈士奇哈，是，它有两层毛，一层是外面的粗毛，是，一层是里面的细毛。细毛是保暖用的，粗毛是保护皮肤用的，是。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的细毛要掉，就是为了要过夏天的。好，那到冬天的秋天的时候，是它整个毛基本要换过，是它除了长粗毛以外长细毛，要2层要过冬天。这个时候到处都是毛是应该的，因此你天天要梳，天天梳毛，然后还要天天准备吸尘器吸毛，对吗？对。那第二种现象我们会说皮肤病，当皮肤有毛病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那个地方的结构不健全，所以因为它全身都是毛嘛，对，因此它就掉，你又看到说哪里有一个地方没有毛，或者是毛打结，因为皮肤病很容易接着下来就是发炎痒去咬，所以会打结，对，那像这些拜托就赶快带去看医生。我在这边大概不太方便介绍很多种的皮肤病，因为光一个皮肤病有过敏的，有免疫系统的，有细菌的，有寄生虫之类的，尤其是像台湾，我们现在3月多了哈，很快的哈，尤其是台北市，注意听众朋友哈，北部的朋友跳蚤来了，好，
注意。所以这个当有跳蚤的时候，会引起早阴性，跳蚤咬很痒，早阴性的过敏性皮肤炎。所以这个部分，拜托，一个是点除跳蚤的药，那第二个就是随时梳毛，尤其是用细细的梳子梳毛，把这体外寄生虫把它去除掉，是，你就会有这些。那当然，饮食不均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啦，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头发也是蛋白质，那当蛋白质缺乏、饮食不均衡、蛋白质缺乏的时候，第一个告诉你，反正没有头发不会要命。掉头发不会要命，所以就会营养不均衡的时候会能够马超魔虫就是很容易就是你把毛都掉光，等到营养恢复的时候再重新长过，这是很正常的，是因此毛发的颜色光泽失去了，变得稀稀疏疏了，再加上会配上。摸起来没有弹性，皮肤没有弹性，你就要注意，你的狗大概有皮肤病。对哈，所以乡亲朋友係講，我還要給我哋注意咯。其實當初老師從線上講嘅，其實每天當日撈起手機嘅毛吼，不僅要淨鬆嘅輪毛，然後啦嘅毛做得好蓬鬆，其實對佢係好好啊。不過還係要注意觀察佢到底係清陰係容易，其實除了毛嘅問題嘅，3年下來，你到底係容易撈叫你相處咧，撈去出去行行聊聊，你先聊下，等下再同你講。今日當歡迎做啲繞牆度比數種咧，都節目地圖到大家都討論哈。其實哈，狗就像人類一樣，也是人類的好朋友，情侶一樣。其實真嘅，它就跟人一樣。其實人嘅用叫我用嘅，不過當然叫我人冇用嘅地方，就是因為它雖然有一樣有器官，可是他們承受的東西還是不一樣，所以還是要特別注意。它的自主哈，要人給他啦，他的自主要人給他，是，他自己我想要什麼，但是人不給他還是沒有用。是，不過說到這邊哈，其實我就跟那個秘書長講說，秘書長還想養狗呢，哈，我叫他不要養，然後叫我不要養，我說我想養個邊境牧羊犬，走得沒有時間，沒有地方，冇時間冇地方，我就講唔係啦，係退休過後哈，就得養狗，他就說開農場。哦，你家有農場這麼大嗎？我講冇，那你愛用你就冇辦法學給我呀。所以哈，我剛剛講了，他想要什麼要人給他，那各位民意真的要帶出去散步。對，所以要遛狗。秘書長的意思就會講，你家如果沒有農場，你要怎麼遛狗呢？你旁邊有公園，對，有散步道還都可以。對，不過所以遛狗很重要哈。遛狗是當然很重要。我剛剛有沒有一個小小的提示說，養狗像交女朋友一樣？有，那交男朋友一樣，情侶像情侶一樣。好，所以我們為什麼叫做有人叫做伴侶動物？也就是說，你和它在一起接觸的時間越多，對，機會越多，時間越長，感情就會越好。對，所以要不要帶它出去？要。第二個狗，你要是它一定要散掉它的能量。你要是沒有帶它出去哈，它的能量就是那個體力太好。在你家幹嘛？咬你的皮鞋，你那個皮鞋那個什麼名牌的20萬的，對不對？回到家都全部被咬破了，黑貓。咬你的皮鞋，給你搗蛋什麼之類的，因為它必須把它全身的體力耗盡。那你要帶它出去，讓它在外面跑步，散盡體力之後回來。其實吃完飯就睡覺。對，其實公司台灣同人類共用啊。有時候家裡的，比如說有時候小男生有沒有，他體力很好。對啊，你帶他去足球場踢足球，有沒有走了走一會？那回到家說媽媽，我要睡覺了，我肚子餓。對，他在家裡就睡了。對，黑夢你沒有帶他出去，晚上在家他就是動來動去。對，其實狗也一樣。所以散步是你要養狗。我們主持人講過說他要養邊境，我說不用，因為你看你的狗的大小，
有些小型狗，你在家里丢东西给它玩啊，像饼饼一样，我丢个什么给它玩，但是一定要玩到它累瘫，你就会去睡嘛，它就乖乖的，它就要休息了。啊，同样的，我们要看养的狗是大小，而且它的有些狗运动量一天的运动量可能要到达2个小时以上，那你说在家里让它跑不可能，要去公园呐，去公园。因此接着下来就是你的看狗的大小，然后品种，你要决定说它的一天的运动量要多少，这书上都有。好，从这个20几分钟到2、3个小时都有，都不同。那你当你决定你要养什么狗之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养你家在哪里。是啊，对，像比如像公寓，你就要考虑你可能不能养狗。对，你不要说在那个一个小公寓养一个大白熊，啊，或者是养一个叫现在比较流行伯恩山犬，对吧？那所以你要挑选你养的地方，第二个旁边的周遭环境，还有就是你的公寓。虽然现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已经放宽说可以养狗，但是问题是还有一个公寓大厦住户公约说你不能养狗，所以其实你就要去注意说这些环境的问题。那你环境都够了，你有没有时间？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问秘书长说我可以养什么，秘书长说你什么都不要养，因为你没有时间。对，所以其实时间很重要，真的很轻重要。因为你听秘书长这样讲下来，其实你一天你扣掉你们彼此的随某个时间，你要跟那个狗狗相处的时间是很长的。早上你必须一早，一早差不多5点多起来遛狗，然后白天上班，对不对？下午一回来。你就马上要带狗出去遛狗，对啊，那所以这2个时间扣掉，你可能你的时间有没有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会有青岛人以为你白天要上班，那你早上去遛狗的时间有偶尿嘛？如果有时候你下班的时间，你知道心里会很焦急，像公他在家里一整天都憋尿。狗狗憋尿就憋了很久，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哈。我们的膀胱是全身能够扩张，第2大扩张体积的这个器官，第1大是子宫，对，好男生没有子宫，所以膀胱就变成第1大，像这种情形，你只要是它养成规律性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因为控制它的尿量是而限制它的喝水，不能哈，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哈。那接着我们就要去思考说，像这些能够做完之后，你还要做什么？是哈。当然出去的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说那些没有教养的主人，公德心。什么呕尿呕屎会保你了，乱大小便，而不清理，然后常常让行人踩了一个骑楼都是大便。然后没有养狗的人，也还不是很喜欢狗人，就会讲你看，丢给你就按用你，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养狗人。那再出去要控制这个，其实不难，你必须就是带着链子，这个很重要，带着链子，带着手提袋，随时捡。我说其实跟带 baby 一样啊，吐生眼呕啊要用，妈妈吐呕啊出去说要带一整包东西，有4个东西，有尿布嘛？其实你带狗狗去散步给自己要用。现在那个宠物用品店都好了，都很好了，轻纺片给你买了一个就挂着就好了，里面什么都有。泰卡公路鸦片，泰卡会自动讲真紧。压下个嗅觉了，以前总下个嗅觉是完全无用用。我说你下嗅觉给你就是你真的是狗奴黑猫。我说秘书长，我们现在常常在文章上看到什么猫奴、狗奴，对不对？秘书长你就黑啊，你黑猫，你黑猫，你都黑猫。我是狗奴的奴，奴 n 加 n 次方的。就是你狗奴的奴哈。好，然后把那个是小孩子叫做毛小孩。像他们叫做毛小孩，
已经不是在是什么宠物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是，它就是跟你一样，你们是互相陪伴。我们很多事情从名词用的名词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对，慢慢没有看。可是不过这真的很重要哈。从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你讲台湾黑暗牛年，有青头给欧洲的国家，比如说德国。对你如果黑公你去德国做抽个客运的时间有吗？你总得吃东西，总得喝饮料，国民素质全部都不行，对不对？但可以带狗。故说你在故说底下客运底度有嘛，你就会吃到有青头的狗，它跟你是一起的。但是你要知道，人家对狗的态度是怎么样啊？他对狗是完全训练，对，当然人和狗之间是完全契合的，是啊，不像我们。上去之后还对你叫一叫，对他叫一叫，对不对？所以要训练啦，就是说其实这是一步一步环环相扣，相互配合。然后比如说他们带狗上餐厅，有些餐厅可以说不让狗进去，是。那他的狗是放在外面，就这样。很乖嘛，一直等他吃完饭出来。不过你这些腿板跟时间，其实也是慢慢提高我们的友善环境。这些腿板示范跟时间，有些餐厅会说可以带狗哦。不过黑狗你去都得过哈，带狗是正常。如果不能带狗，他才要特别表示。不是说他是刚好跟我们颠倒。不过就像医生讲的，其实这个是互相的训练，互相的配合。还有一个亲有意思跟什么该东西呢？就会讲你去逛百货公司的时间，像腿板有没有看？它有名的国际名牌有没有？哇，看有轻高档有冇？不准带狗。不过黑公你去到欧洲嘅国家，它像德国、安样嘅国家，唔系哦。黑公你去到嘅国际精品的店，这狗狗呢，有没有可能给主人的哇挑这一件衣服哇看起来很高级，狗狗就在旁边等，对，所以就在店里面哦。所以说亚洲哈，如果很国民的素质，国民的素质狗，学个叫的素质也高，你会其实会训练，就被人接受。是，你要是狗进去到处乱尿尿，然后国民素质也不高，那很简单，第一个先禁止，懂也，禁止，甚至包括以前不是。中国人和狗不准进什么，啊，那是歧视的，歧视。但是问题是说，他当时有没有道理？对，啊，那自己的素质够不够？很重要。也还蛮意思呢，黑公你还学狗嘅，你会提醒你要训练你自己狗的状态，是，比如你会有公德心，你去遛狗嘅时间，你给偶鸟偶死，你去搞会注意。黑公你给狗像变有冇按乖嘅时间，比如说对同你去都亲头嘅地方，你不会乱叫。到哪里人家都会喜欢。对，睇下其实做得去昂嘅，其实做得去吵嘅客运有冇？其实做得去传堂示范，你看其实就会按样嘅。像前边哦，今天讨论到两篇，其实还有动到嘅东西做得捞大家都去分享哦，比如说。狗真是一只动好批判嘅一只动物哈，你先聊下，等下再轉嚟。基本上像秘书长那度先超到太高的讨论哈，秘书长自己也承认你不是狗奴。你是狗奴的奴，狗奴，黑毛就更多次方，狗奴有冇？都可以加 N 次方。不过跟我鸦片大家有注意吗？其实呢，你养狗啊，你自己要有责任心，你要训练你，对，你要别人认同你养狗，你要别人觉得说你的狗狗很棒，你自己就要有公德心。这里面除了你自己以外，邻居、路人、狗。都有好处。是，你要是都没有，大家都没有好处。是，所以这个是真的要提醒大家，要让大家抵按有个倾听。不过更多鸦片有青岛给流浪狗给问题倾养，那就是没有人有责任心，所以才有那么多流浪狗。我觉得这个请秘书长来太好了，你很有辈分，感觉上你可以随便。骂你要走的，不敢当。讲笑。不过其实你公司采访，你可以跟我讨论那流浪狗的问题哈，其实两个小时也不够哈。不过要我们先暂时不讨论流浪狗的问题，因为要讲起来哈，可能我们要再做一集流浪狗的问题。不过更多鸦片，其实你看，旁边有个饼有没有？biang 哈，这个谁会把它丢掉？不可能啊！按定一下给各位嘛哈，这就是一个责任心。你要像养小孩一样，对不对？你决心要养它，你要想得很清楚。同样的道理，你决心要爱一个人，就要从头爱到尾。要很忠诚哦，因为是，所以这个就是责任心和还有
你有没有了解它？对，有没有了解它？就是我们通常养狗哈，是说我要养狗，但是我不了解狗，回来以后才知道啊。那么麻烦哦，没有想清楚，因为泰卡就知道啊，好好玩哦，来又给啊，请等一下就按钮。一看到电影，一看到什么就一时兴起就去就养了，回来才知道说哦，怎么那么麻烦？要很有责任，对不对？狗要吃要喝，要生病，要洗澡，要什么都要。对对对，跟养小孩一样。所以就把它丢了。那丢了呢怎么办呢？是啊，刚刚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说。绝育嘛，那有些人养母狗，他就让它出去外面，尤其是我们乡下人，出去外面回来，2个月以后生一堆怎么办？丢是啊，那些狗通常都是杂种狗，叫做米克斯。是。那像这种情形，台湾现在一大堆的流浪狗，对，母体轻养中。那流浪狗怎么办？对，那这些流浪狗是一回事，那。对流浪狗，我们怎么做？做了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是好，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去思考的问题。对，我很高兴今天能做这个东西。是，不过公司才发，因为就像邢长讲的，黑公你要给我们想得清楚，因为要黑很长久的10年20年的时间。我们收容所有20几岁，所以表示说。你要是环境更好的话，是20几年。是，所以在这边黑狗你真的要给我觉得其实领养代替购买黑鸭，它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对。我们是认为的哈，领养随便你挑，对，而且不是挑同港媳妇，都是挑那些不错的哈，是长的、扁的、圆的。那一方面领养的狗。基本上都是成年狗，当然也有那种小 baby 哈，但是基本上都是成年狗，那第二个，你领养回来以后，在我们的食物上，不是说那个狗要小孩子才能够教育，其实领养回来，你要是教育的方法，教他的方法对，真靠，他都会听你的话，他还是会听你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叫做狗来富方案哈，就是从公立说领养那个大的成年那个爹爹不疼舅舅不爱的，那个颜色不对毛长的，回来之后训练了之后考试及格再送出去，这个还是能训练啊，是，这样他就蹲坐着哈，所以不是说小狗才训，那训练就是你。正确的方法去训练，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假如你要领养的时候，那么公立机关，要开训练班，对，好，不是说狗送给你领养，公立机关就是公立收容所要负责去帮教育这些领养的人，对，但告诉他怎么养狗，而且多增加训练，让他领养回去，训练得好，一只训练好的狗。绝对不会丢。是，每次都喊他重要跟问题，因为还有亲斗给被人家抛弃的狗，他们等于是没有地方去。台湾最少大概有我的推估是最少30几到40万，全台湾。对，估说你胸口那些狗怎么办？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兴趣去给为太卡会想清楚，就是你可能是10年到20年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要付出很多的时间金钱，然后你其实也可以让安永跟毛小孩他重新得到一个温暖的家啦，从毛。而且哈。我会要谈到说，像这些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杂种狗，米克斯。那米克斯比较少碰到隐性遗传，还刚好配上的，那你有这个隐性呢，它有那个不配不上，因此遗传的毛病比较少，这是一个很其实也是减少问题，对不对？很好的一个遗传的毛病比较少，然后呢，你会发现说比较好养，因为。那个比较没有遗传毛病的话，就比较不生病，什么都怎么养怎么打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同样的，犬种狗在照顾方面，会比较花钱。是。杂种狗反而比较，但是还是一样，梳毛给它吃的营养那些够哈。对。另外一个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说。
假如比如说像我们到公立收容所领那个没有人要领养的狗出来，等于是救了他们命。是啊，因为现在零扑杀了哈，以前在有扑杀的时候是。这些狗你要是不领养出去，时间到就去扑杀掉了，然后我们就来。对。那虽然现在叫做零扑杀，听得好好听，对。但那里面会不会满？满了以后怎么办？他的生活环境是不是很糟？空间很小。对，所以我常常有一句话说，与其让他终身监禁，还是让他自由之身。领出来是让他自由之身。那第二个。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 TNVR， 那个是，与其让它变成够狼丸，还是得人疼。我们养的狗好好教，是不是得人疼啊？所以其实公司才发按用给问题，真的你请秘书长来哈，我们可以做好多集，对不对？很多时候可以讨论，因为比如说繁殖的问题也是问题，或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养殖场啊，或是说黑狗泰卡一定要养纯种狗，然后你又要去繁殖，这个问题其实是环环相扣。青豆跟问题，我给你同泰卡先建立一个比较新的，不能讲新的，就是再一次的建立按有一个观念嘛，一种观念，一种观念，对，然后就是你要有责任心，因为其实我们很重要说，纯种狗哈，基本上都是。你爱长毛我就做长毛给你，你爱白色我就做白色，爱红色我就做红色。对。他没有去，他只注重外观，要短脚就给你短脚。是，故说其实按用给问题公司才对于征服口试，对于人民的素质开始，对你你给管量黑马该，你给认同黑马该东西，这都是环环相扣。所以其实要大家一起努力。不过说到这边，我们其实先简单来讲一件事情，其实为什么大家还是很喜欢养狗？那秘书长讲你宽天样宽就知道，哎呀，今天你想要。说，如果你真的很有责任心，事实上是我们的生活需要。你想想看哈，我们的家庭变成小家庭了，对，不分组很多，他用生意，不可以从以前嘛，哇，亲狗生意，可能110生意，杨志良说，他们不生小孩去问那养狗的，因为养小孩真的很麻烦，那养。这些照样能够达到陪伴的某种程度哈。你那建议讲泰嘎不要生小孩，你看按个意思是说死推给改变，因为死推给改变环境给改变。其实养毛小孩有很多的好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单亲家庭，对，或者是顶客族，他回来以后有在旁边动一动。那第二个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职场工作压力很大，对，回来以后舒缓压力，看到那个小孩子，看到冰冰就心情好摸整个心就轻松的。还有在办公厅不爽你那个死秘书长，今天怎么样叫我怎么样，我妈一直骂他不会去告诉秘书长。那更重要的在医学方面，这是有证据的，就是说。比如说有心血管毛病的老人家，他养猫的话，一年可以少上20次的医院哦。那养狗的话，大概可以少上8次，是不是有帮助？就很重要，就是第一个舒缓压力，第二个我们都会这样爱护狗。手掌的经络系统是可以有作用。那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谈到第3个免疫力的问题。以前有一句话说，第一个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对，照猪就是让它在很多的环境，比较差的环境，因此产生。免疫力会慢慢增强。对，所以基本去谈秘书长讲相信大家嘅手部动态所以休狗其实会考虑的问题动到，所以你鼓励大家去休狗，我们个真少会想到好周延一点点。所以基本非常感谢秘书长，有喊10个咧福气咧，大家咧分享很好多嘅知识。谢谢主持人，谢谢工作同仁，还有乡亲朋友，再见。好，乡亲朋友呢，3年后咧，天然认同线上咧做认同了。